丹路，作者洪明道。丹路，我坐伫大学校园的研究室翘骹，思考我的硕士论文要安怎来完成。我已经读第5档啊，教授前几日开会甲我讲，你留落来做博士好啊。嘛毋知教授是欣赏我的才情，也是咧嘲笑我甲硕士当作博士咧读。就安尼，我就举笔来写。其实研究本身已经做甲差不多啊，数字、文献早就准备好势，只是分段甲写落来。我拍开 Word， 输入论文主题，乌面啊飞牵线行为的初探，大话头写完，就搁停落来啊。我想起迄片旧灰色的天，日头像一粒咧关机的电脑主机池啊。迄片光后壁有看袂到的灯饰咧运作。伫迄个日甲夜、海甲陆的交界，一切拢变做看袂透的蒙雾。用白点睛，正做一丛家庭啊。有真久一段时间，阮拢袂用伫倚近海边啊。听讲遐会有敌人爬起来，庄仔内的人对海墘仔无啥了解。我问阮爸，海边仔有啥物？伊讲伊嘛毋知。我对别人毋知的物件特别有兴趣。迄段时间，阿爸无闲插我，伊逐日拢爱甲家己的影种入去田里，拄着搁爱甲人斗收电器。即几冬爬远的地是愈来愈济，大家搁毋种做。乡长讲，咱种农会的切仔村就强要空去啊！我甲我的囡仔伴骑脚踏车去海边啊，有人讲遮早前是西拉雅的大社。我敢若看到豆奶店的大炊床，庙口一蕊一蕊的篷布雨伞，空地仔的狗屎，阁有汽车贷款的广告。骑搁较远咧，风景渐渐改变。电火条顶悬竞选宣传打甲满满是，庄仔厝后壁有像蛇咧扫的水路，水路布弯弯弯弯的臭扑味出来，嘛甲街仔路凹弯做迷宫。半路不时啊出现一丛蓝李、红加冬，也是家丁仔。这款食物无照正版咧生，无啥物特色，也无啥物理路，伫威士比空管啊，等甲规世界蓝仔地浮出来。水路边的人家甲屎壳啊起伫咧水面，居民像美军咧等炸弹，屎伫水路顶崩开，开一蕊美丽的香菇云出来。昨消化了的食食，像一只蠓蚧驶对大海去。水面铺渐轻，你趴伫桥顶，近近看形状万千的曼达拉。袂记伫片仔当咧风糟蹋，你好嫌迄内底敢有藏啥货？譬如一只放水流的死狗。日日的烦恼甲苦恼，互水路豆豆改变。水道的形状，你安怎想嘛记袂起来。有一摆，我伫一片空旷当中吹风，敢若听到脚踏车轮仔叽叽叫的回声。伫嗡嗡的乌树林内，我雄雄感觉后壁的温度有各样。我像一只咧晒日的龟，惊甲毋敢震动。是人也是鬼？伊点点无讲话，我搁讲一遍。是啥货？用被刷动1公分，无仔顶的树枝大声震动。点点啦，拢互你惊了了去啊啦！伊去扒我的头壳，一捧水饺飞起来。我头壳内也哪像有一阵水饺稀稀疏疏。我自神一个看，伊伫日头遐尼炎的热天，穿一领夹仔，
面膜啊抹涂花，挂一骹圆圈仔目镜，头壳顶是迷彩爬山帽。毋知为什么，伊伫即种世界宣传我是冒险家的帽啊。杨伯对迄袂输大炮的翕相机看一阵啊，沙尾仔伫空口咧探，花条黏伫咧染涂，毋敢乌白着。规个染仔地亲像拢咧等伊吐开，甲相机试落，才敢继续进行落去。无好的색度啦！伊讲话日本腔是带真重。迄日伊就无翕啊，顾咧甲我即个少年家开讲。迄时我才知影，咱庄的海边啊，有一阵无咧做工课、无咧甲影进入去残忍的人，因甲杨伯共款是鸟友。因有一寡共同的特色，譬如拢介意涂色的爬山帽，因总是甲车停伫咧满红头前，刷来行半点钟的路到海边啊。因车顶有搭鸟仔的搭纸，有的搭伫车窗，有的搭伫车尾。我扎一条东军椅，甲杨伯做伙，坐伫渐渐沉落去的软土顶，等待迄日头嘛渐渐沉落去。我无遐尼好运，会当定定看到因讲的乌面阿飞，有时是一寡丁香鸟、水尖仔。乌面阿飞是无法度接近的动物，你若向头前加行几步，因就会飞到几粒米外。你愈行，因飞愈远，飞到无人约会到的海口。杨伯讲，伊真兴迄约袂到的物件。阮定着爱伫几若座球场遐远的所在点点啊等。有一个叫陈明哲的鸟友，胃肠无好，有时屁关袂牢，无细哩就放甲一个，煞甲规旁鸟仔全惊去，互其他的鸟友念。也有鸟友为着约乌面阿飞，开车约伫后壁，驶海环公路一路上北。因伫迄片黄飒飒的树叶下骹，树根含手是发芽，我就无加时看到遐个鸟仔，只好伫鸟友的吊颈之间顺来顺去，看迄落形一撮啊一撮啊。